嗱，唔係火鍋食唔起啊，而係麻辣燙更有性價比啊！咁大一盤38蚊，這是工作內容啊，不是私人生活啊！仲多咗10蚊雞都可以攞多幾個麻辣燙，仲可以叫一份牛肉俾你啊，知唔知啊？走，快我哋快落家。好，你要呢個時間啱啱好，夠鐘食宵夜啊！個個出翻。嗱，就係呢一間啦，蘭姐牛雜。佢呢度啲食材咧咩都有啊，蔬菜類嘅、牛雜類嘅、海鮮類嘅，然之後係啲腸仔丸之類嘅。牛肉幾錢一份啊？你呢度10蚊一份。我要加多個河粉。蘭姐咧，今日蘭姐去邊啊？我就話啦，蘭姐好，蘭姐好。今日你唔落廚嘅？我而家交俾啲行家。今日你坐鎮大廳啊？幾好啊！我經常嚟食噶。我啲熟客，熟客我哋係好熟嘅客。多謝多謝。而家反而係週末入口人多啲。係啊，周內係夜晚黑多啲，38蚊，OK，唔該晒。食麻辣燙咧，一定要試下佢度嘅湯汁啊！佢嘅精華全部都喺晒呢個湯底裏邊，超正。點樣咁講咧？佢嘅湯咧係放咗啲酸菜、酸筍同埋豆角落去。再灑上一層芝麻，好香嘅芝麻香味，食得出佢啲酸菜啊、酸筍同埋酸豆角嘅酸爽味啊！我淨係飲佢嘅湯咧，都可以飲成碗啊！雞扒、豆腐串、牛肉好正啊！係啊，好嫩好有味，3蚊一份嘅河粉，再不吃它就要變9塊，再不吃它就要變10塊啦！真係太入味啦！佢啲河粉都好有湯底嘅味，麻辣燙好唔好食？真係一定要睇呢個湯夠唔夠好飲，夠唔夠香，夠唔夠重味。哇！呢3個條件都可以滿足晒我，而且啲配料好多啊，好唔好食你哋有眼睇啦。嗱，我繼續食啦吓，做人咧最緊就開心啦，拜拜。喺中山呢一間可以俾我二刷嘅潮汕炭烤牛肉，牛肉新唔新鮮，一食就知。我們的牛肉都是用的最新鮮的，用的最好的牛肉部位。嘿，呢度係支持，今日喺中山二刷呢間潮汕牛肉燒烤，上次食完咧仲念念不忘，今次咧仲多咗啲新花式。個出發，冇錯，又翻嚟食呢間潮汕老四開嘅店，依然都係呢個大冰箱下，肉類種類都好齊全。跟住咧，我發現有少少唔同嘅係佢呢度嘅肉類係按兩計嘅，即係圍到6蚊一串。因為我們都是手工串來的，串的大小會有所不同，所以說改成按斤的方式去計算。佢呢度嘅濕冷牛肉咧9蚊9有7串，真係好抵食嘅。仲多咗一啲新嘅款式，彩椒牛肉、菠蘿牛肉都係上次冇見到。佢呢個原味牛肋條咧係10蚊8一兩，不過係佢呢度嘅招牌啊，寫身係好有牛香味。王牌濕辣牛肉係每日限量嘅賣即止。佢呢個濕辣牛肉嘅肉汁咧係嫩到出汁啊，蘸埋一個濕辣醬咁樣食咧絕配。試下佢啲新嘢，菠蘿牛肉串6蚊8一串啊！佢啲牛肉咧已經係吸滿晒菠蘿嘅果香味喺度啦，一食起身係好酸甜解膩噶。再試下呢個彩椒牛肉都係6蚊8一串，再食起身咧係有好香嘅甜椒味喺度，同嗰個菠蘿牛肉味道係好唔一樣噶。而且佢嘅牛肉咧係切得好大一塊，咁樣食起身咧又香又過癮。我更加中意係呢個彩椒牛肉，吊龍9蚊8一兩。佢一個吊龍咧係食得出佢肉質嘅新鮮，而且啲調料係唔會好重口，原汁原味，用啲紫蘇同埋啲生菜包埋咁樣食咧，都唔會話搶走佢呢個牛肉嘅鮮味喺度，夠晒清香解膩，口感層次感係更加豐富。空口油12蚊8一兩，食心好脆啊！呢個空口油咧一口爆汁，油脂好豐富啊，而且咧佢烤得好焦脆啊，牛新鮮，種類齊全，而且佢呢度嘅肉類咧都係按兩，平均都係6蚊一串，性價比超高。嗱，做人咧最緊就開心啦。講真，冇一隻雞係可以行出廣東啊！春天肯定要出嚟揾好嘢食啦。今日喺電白揾咗幾間都唔錯嘅燒雞，最後俾呢一間燒雞王吸引住啊！嘿，呢度支持，春天梗係要食好嘢啦！今日喺茂名電白揾一間深藏嘅燒雞檔啊！個出發，就係呢間好嘢啊，要預訂噶。你的微信名字是什麼？等我一下。哦，那個母雞的哦。是的，母雞的。好，要半辣的。就能不能幫我一半原味一半微辣？佢呢度咧就係分2種雞嘅，一隻就係醃雞，218一隻。
一隻就係雞項啦，118，我哋叫咗個雞項嘅。你哋係咪就係主要做燒雞啊？係啊，燒雞為主啦。雞啥是拿來煮粥是吧？哦，佢呢啲咧就係所有雞嘅位置串成一串。你係茂名嘅燒雞，全部都係咁樣串雞去燒㗎，係咪啊？比較特色啲咯。嗱，呢一排咧就已經係成隻雞嘅份啦。佢呢度咧都係冇服務可言㗎，全部咧都係自己喐手嘅，啲碗筷都係自己拎嘅。哇，呢一盤就係雞粥啦，哇，3個人咁大一煲咧都幾抵下。喺度啲燒雞咧，全部都係即點即殺即醃㗎，擔保新鮮。俾你睇下呢隻串雞，串雞都有講究㗎，一瘦一肥咧，咁樣烤起身係更加香，更加入味。呢隻燒雞好香喎，肉質係過關，呢一個原味嘅口味咧，佢係鹹口嘅，就算係點咗一隻雞項，啲雞汁起身係唔柴㗎。試下呢一個加咗辣嘅。加咗辣都好香喎，呢串加咗辣嘅雞串咧，食起身係更加香啲噶，啲雞味依然係在線嘅。佢啲雞皮咧金黃焦脆啊，咬落去咧一啖爆晒啲油脂出嚟，再配埋呢個雞雜粥，一雞兩食下，睇下雞春都有啊。呢碗雞粥嘅味道咧啱啱好啊，因為我覺得茂名呢一邊都係算係食得比較清淡，但係呢一餐嚟講咧，佢已經係算比較重口味少少啦。睇下佢啲質地，同潮汕嘅燒粥好似噶，佢嘅尾係比較完整噶，食起身粒粒分明。呢一檔燒雞咧。現點現串現烤，夠晒新鮮。嗱，做人咧最緊就開心啦。係呢度係芝士，今日咧嚟到江門敬和村，嚟食一間人氣和燒嘅檔啊！到啦，我呢度好墟冚啊！呢啲大排檔先啱我啲牛馬去啊嘛。你好，點樣點單啊？點單要揾到位置坐低。呢啲人哋屋企門口啊。佢呢度咧係自己寫嘢落單嘅，睇下食啲咩先。佢呢度啲單價都唔貴喎。嚟一個花蟹生蠔仔八貝粥啦，濕炒牛河嚟一個，嚟個肉先，鐵板鮮油啦，嚟晒大鋪啊，呢度青口15蚊。又有那麼內捲啊！再點一個生蠔煎蛋 ，OK 落單。呢啲廿三號台149。啲蠔仔有少少腥。麻麻地啊，濕炒牛河28蚊，試下先。咦呀，呢個牛肉，啲牛肉好嫩啊！哇，呢個濕炒牛河食落去一啖已經索晒啲汁啊！大件鴨抵食啊！生蠔煎蛋20蚊。呢個蠔仔煎蛋又 OK 嘅。佢放咗啲黑胡椒落去嘅，唔使散醬都夠晒鹹。青口15蚊。下一個，呢個就唔腥嘅，咁15蚊，我對佢要求咁高啦。鐵板魷魚，佢一個鐵板魷魚咧爆得幾香嘅，份量又夠足。嗱，咁佢呢度大件鴨抵食，不過一分價錢一分貨咯。呢度咁火，一定都有佢嘅道理嘅。你好，我係呢度係芝士，今日咧嚟到中山食期，嚟試一間從來都未體驗過嘅娘惹菜啊！到啦，娘惹菜係咩味道咧？我太好奇啦。你好。你好。這邊可以啊，我想問一下，你們這裡的馬來西亞的菜有什麼推薦啊？因為我是第一次吃娘惹菜。如果要麵的話，這邊有檳城特色蝦麵。夾碧丹，夾碧丹是什麼？我們的主打，它是咖喱肉。咖喱肉。可是它是不加，沒有放咖喱的。啊，又是咖喱肉又不放咖喱，那是什麼神秘醬料嗎？就是一點的東西來的。我哋一共點咗4個主食、3個小食同埋4杯嘢飲。檳城蝦麵，第一啖先嚟啖湯先。
佢呢個蝦子味好重啊，好濃郁喎，係辣辣地嘅。佢個蝦面咧，原來有米粉喺裏邊雙拼噶，好特別啊！佢一個娘惹嘅手工撈麵，佢上面咧有少少蝦米啊，即係啲蝦乾喺上面。你啖面先，食落去有少少嘅椰香味喺度。這個叫夾碧丹雞肉飯。佢咖喱甜口噶，哇正啊！而且佢係辣辣地，跟住佢啲醬咧係超濃郁，香茅味比較重啲。一個三色奶茶，我聞下佢，好濃郁啊！佢一個奶茶，最上面嗰層咧係紅茶嚟嘅，中間嗰層係牛奶，最底嗰層咧係椰糖嘅糖漿。我叫咗一個無糖嘅白咖啡，因為我頭先上一啖飲嘅係嗰三色奶茶，一對比起身呢個嘅話咧，完全係冇味道嘅。但係咧，你再回味落去嘅話，佢會有好香嘅咖啡香味，其實都唔錯嘅。佢個雞髀好脆啊啲皮，我覺得呢個椰漿飯咧最大嘅亮點係一個雞髀，佢雞髀個層咧係有炸過嘅椰絲同埋薑絲落去嘅，睇起身嘅口感好豐富。我點咗一個加椰嘅吐司，呢個吐司咧好酥脆，食落去咧係有好香嘅椰香味同埋黃油味。佢個咖喱魚蛋咧係今晚所有餸當中最辣嘅一樣。佢個咖喱醬咧係煮好嘅咖喱之後，再放啲佢秘製嘅香料落去，即係之後咖喱卜。佢呢個咖喱角咧唔係脆噶，係酥噶，跟住佢裏邊嘅薯仔咧係淋晒嘅，食落去嘅口感咧係好酥軟。我都係第一次咧嘗試呢個娘惹菜。咁今晚呢度嘅每一道餸咧都結合咗好多種香料，有椰香嘅、咖喱嘅，仲有酸辣，令我都好開胃啊！發現新大陸呢一餐真係博拉博拉。喺中山究竟邊一間腸粉店先係你哋嘅 top one 咧？叫醒廣東人嘅咧，從來都唔係鬧鐘啊，係呢一碟暖粒粒嘅腸粉，屬於鳥馬人嘅儀式感。嘿，呢度係Cici，今日咧嚟測評幾間中山權威嘅腸粉店啊！ Go go， 出發！第一站就係呢一個心意美食啦。呢間店住喺石岐區嘅街坊都知道，開咗10幾20年。比較特色嘅係花生牛腩拉布粉，同埋一個香西牛肉拉布粉。哇！個排面好漂亮，佢上面咧係滲咗好多嘅芝麻，兩碟都係9蚊。基本上嚟到嘅人都會叫呢兩碟。先試下呢個芫茜牛肉，佢俾嘅牛肉真係好多。你睇佢形狀咧都係比較稠皮。哦，嗰種芫茜味，就從我鼻上糯唧唧的超香嘅芝麻味。你吃就好。那花生牛腩味道重啲，啲花生係已經煲到好腍嗰種。第二站風記食店，佢比我想象中多人。我唔錄視頻啦，你睇下，喂，洗碗工5000蚊一個月，我書生版我。Nice。一睇就知係孕婦嘅代表啊！我要叉燒蛋加粟米。OK， 21蚊2份。呢度幾點開鋪啊？朝頭早6點。呢份我嘅叉燒粟米蛋腸9蚊。佢嘅形狀咧真係好奇麗、好乾淨，係嗰種好綿滑、好薄嗰種質地，正宗嘅石磨腸粉咯。完美點說，這樣才打開我的味蕾嘛。喂，小姐，你試下這邊沒加辣椒。基本上咧，佢係每張台一定會去加呢個小料。我覺得呢度嘅9蚊食咗一個豪華版嘅腸粉啊，個牛腩都係好大一嚿。走，第3站，我肚已經要深呼吸一下啦。7點半，晚市到宵夜都會開，粥粉麵又有，點心都有。最緊要嘅係佢開24小時。叫咗一個蝦仁腸，加咗個肉片落去，13蚊。同朝早食嘅兩間對比，佢嘅皮啊真係薄到成塊紙咁樣，佢係好有光澤度，入口啊成啖都係花生油嘅香味。我覺得佢個鳳爪都係做到茶樓級別啦。我覺得呢3間腸粉嘅味道咧，確實都各有千秋。唔知邊間腸粉咧係你哋嘅心頭好咧？嗱，做人咧最緊要就開心啦。呢一個龍湖跑山雞咧真係有啲料喎，在廣州可以吃到足足跑得180天的龍門山雞。你們這裡的龍門跑山雞是不是正宗的呀？正宗的呀，我們放養了180天了。你看我們的招牌就在那。呢度係Cici。
今日咧嚟到廣州番禺區嚟食跑山雞啊 ，Go Go 出發！正式飯點的時候，啱到6點鐘就要排隊了。春沙人水蒸雞、吮指黃皮燜豬手，有什麼推薦的菜式嗎？這個春沙人水蒸雞，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，它已經賣完了。賣完了，對，有點可惜呢，還想嘗一下。推薦這個紅蔥頭雞，那幫我安排吧。紅蔥頭靈雞，180天的運動量沒有白費啊！我夾起來呢，都能感覺到它這個肉非常的緊。哇，它的皮是好爽脆的，它的雞皮油脂味很香，吃起來它這個雞肉呢是緊緻爽彈的，再搭配這個紅蔥頭的醬汁，它整個口感呢更加上升一個層次了，真的可以啊！這個水準，這個黃皮燜豬手呢也很講究，用的是前蹄的位置，係用骨腩嘅和皮放落去燜嘅，吃起來呢有淡淡的黃皮的味道，吃到肉香味的同時呢，還能吃到它蹄筋的這種膠質感。蔥油蒸飯，這蔥油香味均勻的拌在每一顆米粒上，歪狗腩魚肉，它選的是五花3層肉，特別是呢，它加上這個煉奶，我感覺吃到了前中後調，前調呢是吃到剛剛裹上的這個煉奶的味道，中調慢慢就滲透出它這個五花肉的肉質香味，後調再出來這一個老腩魚醬炸嘅香味，我感覺在中山很少有這樣的一個吃法。海瓜子蒸蛋，它上面呢是鋪滿這種海瓜子，看起來有點密集恐懼症啊，這個蛋真的好滑，能吃到這個海瓜子的鮮味。撈飯一絕啊！今晚的每一道菜，每一道都很拖我。嗱，做人咧最緊要就開心啦。